各位线顶的听众朋友，大家平安，大家好，欢迎收听做工仔人 Podcast。真欢喜，佮和大家伫空中再相会。今仔日去病院会诊，拄好隔壁坐一个伯啊，嘛咧等叫号。反正是无聊，怎啊含我咧开讲？伯啊80外，毋过精神有哪介好，中气介饱，着耳孔小可仔较重尔。真心伤呢，恁拢咧讲啥？嘛无啥重点，伊着咧讲因囝因孙诶代志安尼。毋过吼，听因迄顶演诶是大人伫讲台语，真正甲咱即辈无啥共款呢。安怎讲？因诶话句较短，语法嘛无啥共，较袂像咱安尼，定定一句话空甲落长。咱这较少年诶，拢加减仔会受到中国话诶影响，愈少年诶就愈明显。安尼咱若有机会，着爱加去找一伙人开讲，加学我因讲台语诶开口。像阮姑婆嘛要90啊，有闲我着要来去伊遐行行咧。哟，先煞联络感情啦。这老大人拢嘛是见一摆减一摆诶，有闲爱加去行搭者。是啦，有影。刷落咱时间嘛差不多啊。嘿，劳烦你。请奏音乐。过长工早起，阿龙去插3支竹篙，2支直直插涂骹，另外1支掠环，双头甲插好的竹篙尾绑做伙，做一个架仔要拍鱼竿。拍好，就招阿明做伙甲丛还未拍好的鱼仔吊起来继续拍。母煞因就去借猪头甲笼仔，加死穿边，就直直去到丛已经上好的所在，掘番薯甲蚵仔。修成阁袂歹，看看咧数量有够啊，两人就挖去溪仔边，要甲蚵仔甲番薯顶悬的土沙洗互清气。阿明想到丛烘的鱼甲虾，喙烂又阁开始吞袂离，怎招阿龙今仔日继续办 party？ 阿龙嘛欢喜应好，即边就免阁加反复，两人分工，工课做得水阁紧。无用到两人拢坐伫火边伫烘诶时，阿龙讲：咱摕我番薯甲蚵仔来补，介好食哦。佮甲阿明教讲爱安怎处理。食甲7、8分饱，阿龙佮落去溪里加掠寡鱼，甲阿明讲：恁厝边隔壁拢介亲切，嘛真照顾你，咱加掠寡转来送因。掠甲有够额，先拢囥做堆。即阵蚵仔甲番薯嘛差不多要补好啊，就招阿明做伙去用叉机仔甲踏出来。等较凉咧，阿龙甲番薯掰开，黄润润、芳讲讲，佮呛烟，补甲拄拄啊好，有够好食款。拄一锅互阿明，阿明早就看甲目睭青硬硬，杀着番薯，挡袂牢，就大喙加落，煞去互烫着喙箍。毋过犹原是哪话小哪步，吞落喉了后，学了讲：芳讲讲，甜不不，我毋捌食过遮好食的番薯。阿龙讲：莫着急，较稳仔食咧，咱补袂少呢，阁有介济，嘛会当掺一丝仔盐，食开个入甜，蚵仔嘛共款学。阿龙喙哪讲，哪拄一锅蚵仔互阿明。番薯松，蚵仔 Q， 两个人有食福，心内感谢天地恩赐，互因有通食甲遐青草。刷落，两人鱼仔刣好势，笼仔歹咧，阁去篮仔内挽寡果子，就为转年转去啊。到厝了后，因两人甲要早伫路年食的食物囥好势，甲穿好要行的物件，甲要行人的家私摕咧。转年家家户户去行，感谢大家照顾，嘛拜托大家伫阿明出外的时，斗看顾阿明因兜。代志办煞，就转厝款明仔载旅行欠用的、食的甲用的。款好的时，月娘已经爬甲悬悬，两个人去摕伫稻草堆，真紧就困甲毋知影人。
过工早時，兩人行李趕咧要起行。阿明的喙鬚已經口起來，這兩日佇溪邊食真好，氣色嘛加真好，無像進前安尼白蒼蒼。看到加少年幾若歲，長袍洗過嘛變甲新擦擦，轉換心情要面對新的挑戰。出到門外，才看到厝邊隔壁攏來相送，兩人歡喜，甲大家說多謝，講再會了後，就開始兩人新的路途。兩個人日時行，暗時歇，見山搬山，見溪撩水，路年互相扶持鬥相共。兩人做伴，講話開講，路途變甲介輕鬆。一直到第四日暗時起火要煮食的時，阿明甲阿龍講：主公，咱炸出來食的物，差不多要食了啊呢。阿龍應講：好，若咱明仔載攏無拄着裝車，咱就閣停落來找食物。咱下暗莫講傷晏，明仔日愛行山路，會較忝。閣有啦，甲你講叫我阿龍就好，莫閣叫主公，我都毋是做官的，真正忝袂慣勢啦。阿明應：好啦，主公。阿龍暗想：哎，隨在伊啦，先講都毋聽。兩人暗頓食飽，天光火柴，早早就困啊。過轉工，行到過道，已經是落山的路。兩人行出樹林，看到落山了後，閣行無介遠的路，就是一個介大的莊仔頭。兩人歡喜，速度嘛加真猛，行到暗頭啊，已經入莊。兩個人攏是佇介草地的所在大漢，毋捌看過遮鬧熱的所在，四界攏是人，來來去去，行路介緊，毋知是趕要赴去佗位。店介濟，生理有哪真加野，我去甲看，咧賣的物件比進前去莊裡化玲瑯的閣較新，閣較濟，閣較趣味。兩個人看甲喙仔開開，人硬硬，一間看了煞後間。簡單講，就是兩個裝卡慫去到大都市，行行好閒，行行心息。行咧行咧，偏着飯菜芳，兩個人四界上，看到頭前一間賣食食的，凡說氣味就是為遐來。扛棒紅底金字四字大字寫鳳凰酒樓。阿明講：這氣味真是介芳，咱入來食看覓好無？阿龍確實嘛邀甲，應講：我嘛已經甲伊邀，無咱就遮食暗頓好啊。兩個人入去到酒樓內底，找一塊桌仔就坐咧。走道的隨來招呼，問要食啥。因兩個毋捌來過這款所在，就請走道的安排。無偌久，菜就一出一出芳到位，逐出攏是毋捌看過的手路菜，好看頭閣好滋味。兩個人箸無停，喙嘛無停，一直食甲飽通通，真滿足的時，才請走道的來算數。真多謝，安尼攏總是103塊，猶太算恁100塊就好。打海啊，聽到介紹煞硬氣，兩個人褲袋仔啉半煲，阿龍5塊，阿明8塊，兩個人鬥鬥咧，總會共的嘛才13塊，這聲慘啊！兩個人毋知介紹，閣無先問，嘛無想到遮高級的料理，介紹自然嘛會介高級。代誌就到遮來啊，一直去點點嘛毋是頭路。阿明先開喙。阮敢若有13塊。這時走道的面仔共款笑笑，講：兩位人客，請小坐一下，我請替家姐來處理。無偌久，就看到一個艷雅的查某人行活來。查某人穿一絲真下絲的無手袁洋裝，紅色的，衫頂面閣用線繡一隻真水的鐵雞。阿龍因兩人毋捌看過遮水的女性，目睭大大蕊，喙唇點紅紅，兩人準講是仙女落凡塵，戇神戇神，目睭珠珠上，
嘴仔开开，身魂拢互狗去。拄则你讲到遮个四大人拢见一遍减一遍，想想咧，心情煞淡薄仔闷闷。即个代志我家己是感觉随缘啦，逐个人拢嘛会行到迄步，当做甲你坐共班车的人，有个人先到站，先落车，较乐观的甲看待就好。人伫即个世间拢是假大的尔，毋过我颠倒是较要意咱会当留啥物物件落来。哦，你会想要甲啥留落来？其实想要留的物件嘛介济啦，私人的代志就先莫讲。若是较公众方面的，上无我希望会当甲咱即马阁会晓讲的台语，加减甲保存落来，用有用的时间来做遮个事工，做偌济算偌济啦。资料有留落来，以后的人若有需要，就用会着。咱的台语虽讲无咱顶沿的人遐好，毋过加减啦，我想加减有效才着。嘿啊，人会当用的时间嘛真有限，咱尽量拍拼啦。最近你讲的话题拢较严肃呢，是去弄着头晓？啥物咧弄着头？我拄着嘛是会想要紧的代志，好无？看鸟无点呢你。爱亏罔亏啦！今仔日节目的时间有那差不多啊，真欢喜在厝和各位朋友相会，后礼拜同一个时间再来捧场哦，拜拜。